勞動部要補助600萬來鼓勵一寡企業來設托育的機構，減少家長呢為着要顧囡仔煞離開工課場的狀況，希望會當減輕家庭的壓力。真濟幼稚園的囡仔甲爸母興趣市地草坡佚佗。拜時總統羅清德甲勞動部和相關部會去醫療企業附設的幼稚園參訪，了解企業是安怎來推動友善工課場的。為着要讓醫護員工通專心做工課，有企業自1984年就創立幼稚園，前後嘛有辦托嬰中心甲國小的課後輔導班。有員工表示，通兼顧家庭，嘛互伊愈安心。幫我照顧我的孩子，讓我不用煩惱孩子要送到哪裡去。也不用煩惱，下班了趕快要回家接小孩，所以常跟這個幼兒園的措施，對我來說，不只是一種福利，而是一種安心。台灣即馬囡仔愈生愈少，總統表示，雖然咱有0至6歲國家最電視的政策，有藥件補助、幼嬰假嘛該做通一工稱等等，不過有關真惡牙關生育率。未來政府希望透過強化企業托育補助，來鼓勵公司企業設立托育機構，減少家長為了幼囝離開工課場的狀況，來減輕這場欠工和家庭經濟壓力。接下來強化版的企業托育的計劃裡面，如果新設托嬰中心或幼兒園，我們可以有600萬的補助，那每年的話可以有在100萬的補助，所以不管是設置或者是在營運上或人事上面，我們都會希望能夠盡力的去支持。那另外一個就是企業設立收托員工子女的托育機構，地點除了在企業內部，也可以在企業場所外部的鄰近地點。如果有選擇地的困難，中央可以進一步檢討相關法規。勞動部推出的強化企業托育補助新制，打算5月初一開始實行。總統表示，面對囡仔生長的問題，未來政府嘛會提出更加完整的政策，希望支持企業營造友善的職場環境，照顧台灣珍貴的勞動力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佑綜合報道。